今仔我都有开始上课，上课的时阵呢，就是其实老师是真有耐心，迄可能伊嘛教甲真侪遍，而且伊台语嘛足老的，毋过伊嘛会讲足侪摆。其实本来我就会晓讲的人，毋过呢，嘛是去对咧念，念这就是讲会使知影讲迄个音调，音调的感觉，家己会搁较明白，因为有时阵伫讲话时阵，讲台语的时阵，是无袂去想讲我即马讲的是倒一条，拢袂，因为讲话拢足顺的嘛。毋过若对咧念，搁有白话字伫遐看，就会想讲，第几条爱安怎念，伊的声音是悬低是安怎？就是都袂特别想讲我即马爱安怎学，这学有帮赞无帮赞，嘛袂想遐济，想讲这学这要创啥啊？安怎？我就是有机会，就会当加讲加听，加练习对咧念。平常时嘛会听一寡广播电台，知影讲用台语的讲法是安怎讲，安尼就袂讲出用华语翻译、翻译、翻做台语，可能就会较自然，就是讲出喙的文法，就是较我台语的讲法，嘛希望都是希望会当豆豆安尼练习调整，加听，嘛袂想讲有啥物目的性，像有一个会甲我翻译过的一个人，伊就是较有目的，伊希望讲伊学这台文，会当互伊趁偌济钱安尼，趁偌济钱，伊就去运用，去开课啊。毋过平常时是伊较无社交啦，就是袂讲去家己社团去分享一寡资讯，一寡免钱的，较无伊就是甲这当做一个生理来做。我咧我就无遐强的讲，我的目标要创啥，要摕来创啥，就是像广播电台第一卖药仔的时阵，会定定讲啊，就讲讲食，食久身体就勇啊。当然这食药仔互身体勇是，以赛事来讲是较错误的信念。毋过就是讲啊听台语，讲啊学台语，讲啊练习台语安尼嘛无想讲将来会当安怎运用啊，会当做啥货啊，都豆豆仔都无想遐济。进前会扣分讲，倒一担的头家有讲过讲，你怎会讲台语？有淡薄仔嫌讲，我的台语都讲无顺啊，为何爱特别用台语来买物件咧？进前会扣分，即马就无，就较自然，就想讲真无差。
生态有淡薄仔伫改变，就是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袂伤济讲别人安尼会感觉我怪怪无？我豆豆伫训练，像阮来上班的路上有一个人事的主管，伊其实是对迄旧头家，就是进前的董事长，即马是别个公司的总经理。这总经理是会讲台语，定定都是开喙着台语。这人事的主管就会教伊讲台语，毋过对我总拢是讲华语。进前会想讲为虾米伊要安尼做？即马咧嘛无爱想遐济，会想讲别人安怎做，其实甲我较无关系。我就是讲家己想要安怎做，安尼做，就是做就对啊。袂讲做痛苦啊，做要期待啥物拢无回应，无即种想法，安尼拢袂忝，拢做自然的。就是认为讲，就亲像讲即马用台语来讲日记，嘛袂想足济，想讲这无讲甲无啥好，无啥顺，别人听着会安怎有诶无诶？进前是做啥物代志，拢会想讲有人会做真少听，而且有足济想法，家己会去产生，家己会去产生一寡想法，就是去要讲别人有啥物想法。这就亲像阮翁若讲伫外口的餐厅食饭有时阵我就会抢笑，抢讲，甲伊抢讲我要辣笑，伊就会想讲别人会听着，别人的想法会想讲这人哪会互查某会去辣笑？食软饭的有诶无诶？就会亲像安尼，就是家己会去想讲别人会安怎想？别人安怎想变讲做重点，变讲影响我即马想要做诶代志，想要讲诶话。即马我拢豆豆甲伊看较，看无看遐重。加减点嘛是会想讲，这人会安怎想？毋过就是一个尔，就讲这无重要。重要的是我即马想要安怎做，无甲人伤害就好啊。这嘛是一种训练，就是互我家己有甲以早无共款的所在。即马嘛是讲戆接受台语的即种知识，较深的就较无爱看，毋过嘛是有豆豆去明白一寡台语，就是豆豆来，无像讲考试安尼，足紧张的，看到啥就紧甲伊背起来，是无安尼，就轻轻松松，安尼其实嘛袂歹，就是今仔甲隔壁的同事有去讨论一件代志，同事是认为讲，一个人是要改变这世界是无可能啦，就是毋过咧，就是一群人会豆豆去改变这社会意识，去改变这社会，大家集体的想法。毋过就是爱有一个开始，有可能一个人敢若伊安尼做，看起来拢无效果。这世界嘛是共款，就是
甲伊想要推赛物件，就是拢无影响到即个世界。毋过呢，若开始做，有可能即阶段无共，就亲像台湾独立，即种意识共款。一开始会去主张的人，佫会替人笑。想讲这几个人怪怪，这足少数的这想法无法度理解。毋过咧，就会豆豆啊，若愈来愈侪人开始有兴趣，开始有即个意识。毋过，若一开始拢无人开即个头啊，就永远就无法度去推杀，无法度改变这世界。当然就是讲，会有一个趋势嘛，有的人拄啊好踏着时机，伊所做的代志，拢是拢对着阵，啊无就是伊比别人搁较头前，毋过嘛无遐孤单，有的人会去选择即种做安尼的人，这人伊可能就袂去写小说，伊就想讲小说就文字遐长，迄无啥物人要看，伊就会去分析即个市场、即个社会主要关心的物件，伊就较会讲，伊做的代志拢是大家拢较有兴趣。毋过咧，嘛是像我嘛会去找一寡讲别人也袂注重，拄仔蒲头，有可能就是我要安怎我安怎做甲百年以后拢无效果嘛有可能，就变讲我是一个一开始去努力的人，一开始去奋斗的人，但是爱像接力共款，一个接一个，我就是一开始一开始走的人，走，即个火啊，即香火莫互伊断去安尼，有可能就尾仔就像就剩一个人、两个人，伫遐会去推杀，想要推杀的，拢无人去注意着，拢真可怜。毋过，若这香火无断去，突然间若讲踏着时机，社会意识搁改变，这香火无断去，就会当讲会当足顺利，就会当去这个火就会当会当点互倒。毋过若讲这香火若看去，搁爱起火，就无遐简单啊。若讲像即马布袋戏来讲，无啥物人去注重嘛无传落去。若讲就灭，就无一个拢无。即马若突然间有人想要开始讲，这布袋戏真好呢，安怎去找？拢无安尼，拢这团体嘛无，传信的人拢无，拢总无，这就食力啊。有时阵就是这香火无旺不要紧，毋过一直有人，虽然是少数，毋过就是有人无放袂记，搁有人伫奋斗。无的确讲爱讲，轮到我的时阵，就爱看到即个效果，毋免遐勉强。咱可能就希望讲会当请也，所以若看到讲咱注重的、咱推赛物件，无见效无啥物效果，拢会讲足郁卒的。
这就牵涉着讲，咱家己对这，就是咱头壳内底有教育，诶，教育就是诶，互咱感觉讲做啥物代志，拢爱有效果，爱有爱有效率，爱有效率。就是紧上时行诶，亲像讲选科，啥物科系共款，这是大长辈啊，同学、老师拢是安尼讲，几年以后，啥物物件啥物科系上称，上好，就是咱讲诶讲，会免开足侪气力，着足侪工课当选。这种教育就是讲你选着选着产业，你选着正确诶方向，就变讲你就毋免拼甲遐辛苦，毋过就是做青叶诶。这就变讲，大家就是要追求安尼物件，造成讲有一寡较退流行啊，较无人注重诶，较冷清清诶项目，诶代志，就无人关心。大家拢想讲要搭一个好时机，去找一个未来上红诶产业，啊无就是代志。都会变讲大家拢去追求共款诶物件。即摆我就是知影讲，会使换一个方向啊，就是讲，不要紧啊，就是拄仔好有即个即个时机，即个毋是时机，即个机会，即个缘分，即个缘分就安尼用时间在累积，豆豆仔去学，会当学偌济就学偌济，嘛无的确讲，变想要做啥，爱有啥物效果，爱有啥物地位，像生心灵，即种就足个人诶代志。生心灵就是讲，毋免讲学生心灵爱学甲会当做老师啊，会当出册，拢毋免，就是若有学着，家己就趁着啊。因为这定咱拢听着足侪有目的诶一寡知识、一寡意识，像讲我即摆拢定伫听讲，广播电台，足侪拢卖药仔诶，伊传达一寡知识，当然就是讲顾健康，就是爱去买药仔来食。西药无好，伊卖药仔是健康食品，拢是有即种，其实背后拢有一个目的。若讲有学生心灵，即个知识就是趁着，就会当去思考，知影讲有一寡想法其实是别人会用洗嘛，袂当讲洗脑，有别人有目的去互即种知识，第一家己会定会听着即种知识，像中国就足明显啊，伊可能就强调一寡啥物华人啊、大中国啊、民族啊、中国文化即种思想，我
定定安怎看拢安尼，伊可能佫会甲一个事件用中国的立场安尼去创啊做事实做好看的文章啊、影片啊，都互人去流传。伊就袂记讲，其实咱甲中国是立场无共款的。若讲有生心灵，就知影讲对健康人有血啊，身体就无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意识，就会使安尼区别，袂讲看到医生，就讲医生拢安尼讲，一定是真诶啊，无哪会所有诶人拢讲共款诶代志？就是会较有道理诶思考，就袂讲我学生心灵是为着要做啥物科，要去读摕啥物学位啊？爱有啥物要做啥物甲生心灵有关系运用？毋是讲学一个物件，就一定爱有一个成绩出来，这较算讲有意义。就是讲，咱咧追求意义即个代志，其实无的确是正确的代志。毋过即摆大家拢是用即种想法，讲你学台语是为着要做老师要趁钱吗？也是讲要写册，要趁钱趁名声，要讲有一群人安尼有兴趣，以后会愈来愈有名，是吗？还是讲会当安怎卖册啊、卖啥？还是讲要考啥以后会当做啥？大家拢是即种想法。即种想法就造成讲，会当讲我即摆伫学啥物物件是无为着啥物，就单纯想讲，有即个机会我去学嘛，真正愈学愈有趣味，就去学。即就像讲有一寡画图嘛，毋过这画图可能就是去画图大家就会想讲画图就是休困啊，画好耍的。有即寡代志去学，大家会当才想讲这就是学趣味的。毋过有一寡代志，有可能大家就想讲无啥物趣味，所以讲你哪会遐拍拼？这学这要创啥？这嘛无足时行。就变讲毋免去想讲啥物物件一定爱有一个成果，一定爱有啥物意义，就是因为有即种信念，较使我会愈学愈痛苦。有时阵痛苦的本身就是背后有一个奇怪的错误的信念伫遐作怪。毋过我毋知影，我只是想讲，一定是我家己毋对，我可能学毋对物件，也是讲学甲无够好，替互人起笑。其实毋管是安怎好的人，伊若无啥物对家己无自信，伊安怎会拢会感觉家己无啥好。像我伫台语的课仔内底有一个，伊是读儿童文学的人，伊是读甲足专业的，佮做过老师，即摆退休，就开始讲参与一寡活动，互家己讲有一个有做啥物代志有一个意义安尼。伊就有替人邀请去演讲，伊就讲别人拢足有名，拢足大咖的，
安尼我敢若有实务上的经验尔。啊，我安尼会做落无？这著是牵涉着讲自信。哦，我认为伊已经伊诚好啊，毋过伊若对家己无自信，伊可能著甲我即个台语搁较无诚好诶人，迄是共款诶。伊无展出伊特别自信。啊，像我嘛会当讲特别有自信去做一寡代志，拢是对家己足有自信，认为会当做甲诚好。阮若会使安尼做一寡改变啊，其实这著是足大意义。莫阁用老步数去想世间一切代志，去想讲一定爱有一个结果，一定爱有一个成就，一定爱有一个意义，安尼较会感觉讲，我做这代志通好去做。若咱耍游戏的时阵啊，手机仔游戏定定会有一寡标奖，讲你即个人，即个玩家完成啥物任务，就互伊一个标奖。其实这标奖只是无，就是有一个伊即马成绩是第几级，排名是排名排倒位。毋过咱著知影讲耍游戏是因为讲这游戏好耍，这标奖有甲无其实无差呢。咱耍游戏著知影讲，这著是这过程中间诚好耍，毋是为着讲我即摆来耍这游戏是为着想要讲这成绩偌好啊，要得到啥物标奖，咱拢知影。毋过呢，若伫即摆现实的生活内底，著袂记了了啊，著无法度想着讲，我做这项代志是因为我感觉诚趣味，毋是因为讲，我会当有啥物，我资料内底，有啥物会当写出去，会当互人感觉讲诚高、诚厉害。若像讲有人可能去考认证，就是讲安尼，我的介绍内底阁会当写讲我考过啥物物件，安尼去考就有趣味。毋过虽然我的资料可能甲台语有关系拢无，毋过我推扫台语，我去学台语，我去练捌台语，这过程足趣味，安尼会当无？就亲像耍手机仔的游戏共款啊。有可能我拢无去完成这系统的任务，我就是戆戆仔去过这关过这关，用家己的方式。毋过我感觉诚有趣味，安尼会当无？这其实会当去思考，就是讲，毋是讲干若有一种方式，咱就是对着这社会这个形式，来过生活。就亲像有人耍游戏是会去看讲，这游戏内底啊，会排名，伊会当排偌济名，会有啥物奖伊会当摕到这个标奖啊，伊是为着这，无就是伊的技术，技术讲会当诚好的技术，伊较看看有，看看去遐做一个研究以后，较决定去耍倒一个游戏。咱是安尼吗？毋是啊，咱耍游戏就是讲，这看起来
足趣味、足校外味。我来算算诶，愈算愈好算，拢袂算，就是袂算。就是咱去算这游戏上大意义嘛。为虾米伫真正诶人生当中，就变讲先去想，先去找资料讲，我去读倒一个科系，我去倒一个留学，会有啥物 CP 值安怎安怎，拢是先看互清楚，较去做即项代志。未来诶出路是安怎？有好康诶无？咱颠倒伫家己诶人生当中，拢家己用甲做无趣味，一个有趣味诶代志，拢替家己算甲无趣味。就亲像讲，阮姐诶查某囝，伊是对写文章语言方面是足厉害诶。毋过咧，咱就会想讲，未来就毋是讲写文章诶世界嘛，会晓写文章嘛，趁无好食，找头路嘛无好找，有可能薪水就低低，搁足惊失业，就会有即种想法，就想讲安尼紧来换，去研究一个未来是写电视诶世界，咱就因为未来世界是即种趋势，咱就去换，这无啥物毋对，可能就是趁钱趁较济，袂讲有即种我迄时阵为着兴趣去选即道，结果即道就是对不起我家己嘛，即个兴趣甲我诶眼光诚好，这是两回事。毋过咧，即个结果就是讲，咱互家己诶人生就是变甲足无味诶。袂出现讲即种即种使人感觉讲足特别结果，亲像九把刀即个人，伊就想讲有一工想要写小说，伊就拼命写，伊嘛无想遐济，结果出现做互人会感觉诚特别诶代志，就是会出册拄啊好，伊踏着时机。毋过毋是一开始伊暗算好诶，讲未来5年、10年拢会发生即种代志。其实毋知，伊就是照伊想要做诶，照伊诶兴趣去做即个代志，而且足坚持诶。变讲发生，互人感觉讲哇，这无想到呢，互你拄着啊，就发生即种足神奇诶代志。若讲咱拢暗算好这若讲咱就先家己画掉，就是讲，这未来就是无法度趁食，会当勉强有一个头路尔，可能定定爱找头路，就先家己画掉，安尼变讲，咱就提早去改变咱家己，互家己变甲别人共款。虽然讲，若有一寡能力是进前就有，即摆佫去换一条路去行，安尼嘛想讲，若以早语文文章语言能力诚好，去做别途诶话，其实嘛会当用着你着比你诶同事会佫较厉害毋过安尼诶人是无法度变成九把刀即种做戏剧性诶一个结果，就亲像讲，大家即摆拢看着讲去演戏无法度讲趁大钱嘛
除非是做好运的哦，所以就真侪人哦对演戏有兴趣，毋过就先家划掉，讲啊，这嘛无一定会有出头。安尼话就变讲，有一个人因为做会晓演戏，变讲伊演啊诚好，变甲有一个足厉害的代表伊家己的作品。即种物件，就会在第一开始去按算的时阵，先甲即个可能性甲伊划掉。这就是一个可能性嘛。咱无相信可能性，咱无想要去搬，认为讲行安全的保守的路，就算无出现讲即种足厉害的可能性，毋过至少袂枵死，咱就会变一个甲别人共款的人，毋过袂枵死。咱就是足惊讲，趁的钱趁无好食，伫未来生存较无简单，所以咱就会去做即种选择。即种选择嘛，袂当讲毋对啊。我嘛有网友伫做编辑嘛，出版社的编辑，伊嘛定定做有助的。想讲当初时伊是偌尔厉害，较有法度去做这大出版社的编辑。你嘛认为讲这就是伊的兴趣，毋过伊无想到讲，既然这个时代变化遐紧，就变讲足歹生存这个行业，伊就会郁卒。就是讲，真正嘛会发生即种代志，大家拢会惊，为着要预防即种代志的发生，甲家己诚侪可能性，就先一开始就甲伊定，就无去选择，就甲伊压落底，这就是即摆的人为着家己的意识，因为伊明白即个地球是安尼运作的，伊就会变讲，伊就想讲，我足巧的，我是足明白即个地球、即个世界的规则。我应该是拢有准备的人，我应该是过较好，生活过较好的人啊。是安尼嘛，袂当讲毋对，毋过就是变讲，伊会成为一个，伊一开始可能伊即个灵魂本来想要讲发展伊倒一个才调，毋过就是因为即种惊吓，惊讲未来无遐好徛起的即种惊吓，使伊变成一个足普通的人，减一个加一个，其实是无差。有可能造成安尼结果，就是即个可能性，就愈来愈无啥物别种可能性。就是每一步拢是按算好的，拢是甲大家共款的。这是我的想法。我即摆就是嘛不要紧啊，我就会想讲，有可能有无共款的可能性。我若一开始就先去放弃，讲啊，这学遐济创啥，趁无食。至少我即摆看袂着有出头有前途，我就先家己放弃。这可能性当然就会转去。我即摆就是戆戆仔做，嘛毋是讲为着会有得到啥物回报啊，得到啥物好康的啊。毋是用即种想法去想代志。
嘛是去练习讲，毋是甲逐家即社会想法拢共款，会使有无共款的想法。当然就是对写文章、写小说诚有帮助。因为我写出来物件可能就有淡薄仔无共，迄个思想是无共的，迄个观念是虽然少数，毋过无共款的观念，即嘛诚好啊。就算讲无人爱看，毋过嘛不要紧，伊就文章就留伫遐嘛。有一天一定有人会看着，因为即马就是网络的世界，无亲像讲以早你的物件拢囥伫厝，无保管好，就永远拢不见天日，是袂安尼，无即种现象。所以我即马就是去训练一寡无共款的想法，角度嘛无共款，嘛拄仔好隔壁同事伊嘛是甲这社会价值的观念较无共，嘛是拄仔好有一个会当交流的对象，就知影讲，即马做就算无啥物成果，无啥物成绩，看起来敢会是无意义。毋过这就是做大计划，这宇宙大计划一部分啊。咱每一个人拢想要做英雄，想要讲我做的代志就是改变这个世界。这嘛是讲咱会去强调这英雄的这种观念。爱做英雄无就莫做就去做一个较安稳的头路。就这两种尔。其实咱嘛会使做一个，内底一部分有可能是走头前会伫中远安尼斗走，嘛会使是上尾一个走的人，拢有可能就是甲家己想做即个烟火共款，烟火莫互伊断去维持。加一个人的力量，即个火就是顾火的人啦。咱着甲这火顾好，即马做细拍，即马风做透，不要紧，甲伊顾好。当然，愈侪人来活过来顾这个火，这个火是会愈旺。毋过火本来就是安尼，有时阵无够旺，有时阵这火这土炭会突然间起大火，嘛有可能，这拢是一个过程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讲，若是要写一个做大篇的故事，内底一定是有无共款的人，代表无共款的角度，无共款的无共款的故事的时期，就是安尼，就毋是想讲，毋是想讲，就是爱一个英雄自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去甲代志完成。这有可能是足侪人，安尼每一人呢，甲是无共款，安尼豆豆做，豆豆完成，嘛有可能。咱就是这其中的一个角色，这就是咱的体验啦。就是安尼。